大家好啊！今日咧繼續嚟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澳門巴士車長呢個職業嘅。上一期咧就同大家講咗佢一啲比較硬性要大家接受嘅嘢啦，一啲係需要面對嘅嘢啦。咁大家如果覺得都冇問題可以接受到嘅，咁就可以繼續嚟呢一度了解佢嘅一啲基礎嘅福利啊、薪酬咁樣噶啦。等大家咧，如果想入職嘅，都會有個底啦，知道自己可能一入職會出幾多啊，咁我點樣努力又可以會出到幾多啊，要付出啲乜嘢啊，咁樣係咪？咁首先咧，呢一個職業咧，佢會分為呢一個三級嘅呢個底薪啦，同埋呢個三級嘅呢個車型津貼嘅，大家可以咁樣嚟理解。咁佢嘅三級咧，意思就即係你一入職會屬於第一級，跟住隨住你嘅工作嘅年資增加啦，跟住你嘅表現啦，咁會再調升，咁可能兩間公司都係會有三級嘅分別嘅。咁車型津貼啦，就會係由呢一個小巴啦、中巴啦、大巴啦咁樣，大致係咁樣嚟劃分呢個三級嘅。咁啱啱入職嘅同事咧，咁嗰啲師兄就應該係各一級嘅啫，即係除非你本身有經驗啦，係咪？咁你各一級嘅情況下，即係代表係你個底薪係一級，跟住你嘅車型津貼係細巴係一級。咁呢個時候咧，你嘅8個半鐘，即係連食飯之後嘅8個半鐘會出幾多啊？咁大概其實就係可能係21,000幾，大概就係咁上下嘅呢個水平嘅。咁連埋我上一集所講嘅，可能會有硬性嘅半小時 OT 啦，大約嘅啫呢個數，咁就可能會多千零蚊俾你啦。即係每日多半小時 OT 嘅話，係啦，咁加埋就可能大概係23,000或者22,000幾啦。咁呢個就係各一級啱啱入職嘅一啲師兄所得到嘅一個基礎報酬嚟嘅。咁跟住咧，隨住你哋嘅升級啦，可能過完試用期啦，跟住之後表現好啊，跟住公司會再將你升級啦，車型亦都會繼續上升啦。咁最高咧就可以見到咧，可能一啲招聘廣告上邊所講嘅基礎薪酬會去到24,000啊、24,000幾啊咁上下㗎啦。咁呢個就係最 basic 嘅。跟住如果連埋嘅半小時 OT 啦，咁千幾蚊啦，就可能會去到26,000咁上下㗎啦。因為你嘅 OT 錢咧，亦都係會根據翻你嘅基礎薪酬同埋津貼而增加嘅，係一齊會增長嘅。咁大家就可以有個數計啦。嗱，每半小時 OT 咁就可能會有千零蚊俾你，係咪？咁有啲人如果可能要求佢話，我每日要 OT 1個小時，我要 OT 1個半小時，有啲話我要 OT 2個小時，係啦，咁樣大家咪會計咯。半小時就千幾，咁1小時就可能係2千幾3千，跟住1.5小時就可能係4千幾，咁就自己如此類推啦。咁樣嚟計啦，嗰條數咁可以同公司要求嘅，真係想加班壓力大嘅同事咁樣咧，但係有冇位咧就要睇公司安排啦。有時可能需要排隊，係咪？有時有位嘅路線又未必係你中意嘅路線，或者你覺得嗰度離你屋企好遠，你收工好唔方便，亦都可以提出，都好人性化嘅，冇咁死咕咕嘅。咁至於咧，有啲人咧會講話，喂唔係喎，有啲朋友咧一出都出好多㗎喎，佢哋有啲出3萬幾，有啲出4萬幾，或者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唔使點樣加班㗎喎，都係可能8個零9個鐘咁樣，佢都有3萬蚊出㗎喎，咁係點解咧？嗱，咁首先我要同大家講咧，就係當你所有嘢你都冇乜問題嘅，收足啦咁樣，跟住你嘅技術亦都冇問題咧。咁你其實你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唔同嘅位置嘅，例如咧可能係講緊呢個頂位啦。頂位嘅意思就即係你可能需要熟悉好多唔同嘅路線，咁有啲可能幾條啦、10幾條啦，甚至20幾條唔同嘅路線。咁每日咧就跟公司嘅安排，睇下邊條路線可能需要多部車嘅，咁你就要過去支援啦咁樣。咁咧呢啲車長就比較犀利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因為你澳門其實好細嘅啫，但係佢劃分咗咁多條線咧，你係唔能夠行錯路嘅喎，因為行錯路就會影響好多唔同嘅乘客，係咪啊？就算唔係罰得好重，但係你自己都會良心過意唔去嘅。但係嗰啲師兄就一般都好穩陣嘅，而且道路啊、轉彎啊、安全嗰啲全部攔佢哋唔到嘅。咁當你有能力做到嗰啲咧，咁你嘅人工亦都可能會係多千零蚊到2千零蚊不等啦，大概係咁上下嘅，會有一個津貼。咁所以有啲唔使點樣加班又有3萬蚊左右嘅咧，咁可能大概就係呢一啲位嘅同事嚟㗎啦。咁至於有啲3萬幾蚊，有啲有4萬幾蚊嗰啲又點解啊？咁樣咁高嘅？咁嗰啲咧其實就係
一啲叫做翻4間或者上下間嘅同事，就好似我上一期有講啦，佢就可能係朝早7點到11點，跟住下晝又3點到7點咁樣嘅，咁中間可能會穿插一啲加班啦，或者收工後又有一啲加班啦咁樣俾佢嘅，咁嗰啲因為佢亦都會有額外嘅津貼，同埋佢因為時間拆開咗兩段咧，咁所以休息係絕對係比較多比較夠嘅，咁樣咧佢哋嘅加班係會比較多嘅。咁所以佢哋嘅薪酬連埋津貼之後咧，亦都係會比較可觀嘅。咁普遍做呢啲位咧，佢就係會係呢個每日有個零鐘到2個鐘嘅 OT 不等嘅，普遍都係啦。但係休息絕對係夠嘅，因為你中午你係絕對有時間俾你瞓晏晝。咁樣咧嚟做嘅話咧，其實佢嘅薪酬就可能會去到3萬6、7咁上下啦，即係以一個收足咗嘅車長嚟講。咁然之後咧，如果佢係做呢個四間或者上下間嘅師兄啦咁樣，咁佢如果再做埋呢個頂位，即係再頂埋咁多條線嘅咧，真係非常之厲害。咁佢就其實就會去到有4萬蚊一個月㗎啦，條數就係咁樣計。咁嗱，有冇能力做得到咧？就睇大家自己係咪？咁因為你做呢啲位，你話如果你純粹只係想揾2、3萬啊3萬蚊到咧，咁你可能只要有能力。係咪啊？你真係好熟澳門嘅路，你駕駛技術好 OK，反應好快好敏鋭嘅，咁嗰啲其實冇問題嘅，係咪輕輕鬆鬆咁唔使點樣加班？每日最 basic 嘅可能係8.5小時，再加半個鐘多啲，或者半個鐘咁上下，你已經有挨近3萬咁上下嘅收入㗎啦。咁至於你話要揾得多，跟住更加多嗰啲咧，你係要非常之自律嘅，因為講緊嘅自律咧係你唔可能話你今日我突然之間我上去同啲朋友去飲酒，跟住或者我而家係有啲特別嘢要做，跟住我唔休息住啦咁樣，唔上床瞓覺住啦，搞埋先，嗰啲都唔得嘅。你嘅身體你要自己要好好地去控制，你休息唔夠嘅話，你返咁長時間係非常之危險嘅。咁呢個亦都係叫做係巴士公司俾多一個選擇俾大家啦，係咪真係有能力？即係我知道以前好多人咧係做貴賓廳、衛星場揾到錢嘅，佢哋供樓可能都供成2萬幾蚊個月，甚至有啲兩公婆一齊做嘅，咁可能而家又有小朋友啦，老婆要負責湊小朋友啦，咁老公一個做嘢，咁就好多人都會選擇做4間咁樣嚟返工嘅，就幫補返條數，係咪？如果唔係你，其實對嗰啲人嚟講，你揾2萬零蚊，佢哋係亦都係唔夠生活嘅，只能夠叫生存嘅啫。好，咁跟住咧，咁呢一個職業咧有啲咩優勢咧？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高度穩定嘅一個職業嚟嘅，佢唔會因為你年紀增加啦，而去令到你嘅薪酬下降，或者有危機或者點樣嘅，係咪啊？因為咧，佢需要嘅只係一個非常之安全穩定，能夠做到基礎巴士服務嘅一個人嘅啫，係咪啊？你唔需要有啲咩額外嘅嘢，或者咩需要，喂，你年紀大喎，跟住你咁樣出去招呼客人唔得㗎喎，唔會有呢啲咁嘅嘢嘅。因為大家喺出邊博企啊，一啲私企做過都明㗎啦，年紀絕對係對你嘅一啲工作穩定收入係一個好大影響嚟嘅。如果後生可能揾唔到嗰嚿錢，去到老其實即係大家可能唔知有冇計過數，即係自己做緊嗰份職業，究竟你可能你去到40、50歲，哪怕50幾歲，跟住嗰陣時你有冇可能繼續喺度做咧？你層樓供完未咧？你嘅人工會唔會受影響咧？係咪？有計過數嘅，大家其實都感覺到會係有啲咩問題㗎啦。咁當然有啲人會得過且過啦，話覺得全澳門都係咁㗎啦，政府會幫㗎啦，係咪啊？咁有啲人會鍾意將呢個命運掌握喺自己手上邊嘅，就多過退路。有啲人咧就覺得睇政府安排啦。有啲人就會選擇我自己單身一個人，乜都唔使理，反正佢出幾多我都唔使驚，係咪啊？大家有自己嘅安排嘅。咁佢亦係非常之穩定嘅一個職業嚟嘅，大家只需要做好自己嘅一個自律啦，跟住安全啦，你唔需要理任何嘢，係咪啊？基本上你出站打燈，跟住讓先 stop 位讓人，斑馬線讓人，按足政府要求去做，你唔好當自己係揸的士、揸貨 van、揸自己私家車、電單車咁樣攝，唔得。你一定要係當自己係一個好職業、好專業嘅一個駕駛者去做，就基本上一定冇問題嘅。心態要放翻正，
係 OK 嘅，我相信係只要有手有腳有心嘅，亦都係會做得到嘅。就算有少少蝦蝦碰碰都係小問題，交學費攞經驗係咪啊？有邊個唔會啊？一定會有嘅。咁但係咧，你只要有心去做，即係有用心去留意，跟住其實基本上做咗半年一年咧，個個都係大師傅嚟嘅，輕輕鬆鬆嘅。咁佢嘅福利啦，咁佢每年咧喺你自己生日嘅時候都會有一個身體檢查嘅，咁就幫大家驗下血啊，驗下大小二便啊，跟住視力啊、耳仔啊各方面嘅狀況嘅，係一啲好基本嘅保障啦，跟住公積金啦、醫療福利啦、退休金啦咁樣，跟住定期嘅聚會食飯啦，係咪？春茗啊，咁其實乜都嘢福利都會有齊晒㗎啦，咁跟住。有啲乜嘢，例如有啲咩意外揩碰碰啊，咁樣亦都係公司就會有一個好完善嘅一個制度，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嘅呢啲，絕對係會比你想像中嘅好嘅啫，呢樣嘢係啦。咁就咁啦，咁就講咗咁多先。咁至於入行嘅一啲，即係點樣入行啊？跟住福利有啲咩分別啊？兩間公司點樣好啊？咁樣嗰啲就之後再同大家講啦，因為都講咗成11分鐘幾啦。咁好啦，再見大家。